女子嘅鐵餅啦，咁亦都而家出場呢，就係男子嘅5000米決賽，分別有3位嘅運動員。冇錯啊，咁啊包括有呢我哋中國香港呢屈臣氏嘅賽事，男子公開組5000米決賽，咁樣共有3位嘅運動員參賽。就代表住要圍繞400米嘅圈呢，12.5個 lap 啦。咁亦都見到即係運動員身後咧，其實有張台面咧，就有咩意思咧？就係有水站啦，因為5000米或者以上嘅比賽咧都會設有水站。咁但係其實今日應該唔會太熱嘅，咁所以運動員有機會咧係可能即係想慳啲時間就唔去飲水嘅。冇錯啊，Tiffany 講得好啱啊，因為其實即係5000米呢個距離咧，即係對於佢哋一啲係練開閘啦，亦都係高水平嘅運動員咧，都未必會去飲水，因為其實今日嘅天氣咧，我哋見到都係陰天啦，冇乜太陽啦，唔會話好熱。咁所以運動員咧都唔會話真係去飲水，可能都係即係平時可能天氣熱咧，佢哋攞水咧都未必係飲嘅，可能係淋落個頭度啦，降下溫。好，男子5000米決賽咧，亦都係順利開跑咗㗎啦。咁暫時嚟講呢，3位嘅運動員都係並肩作戰啦，算係。係，因為始終12.5個圈好似好長，但其實呢，眨下眼就過㗎啦。亦都係即係可能佢哋會頭幾個圈咧，都係即係睇住大家嘅步速先啦，即係唔會拉開得太大嘅距離啦。你見到佢哋而家暫時都係好保守嘅，即係大家嘅位置都係貼近啦，一齊跑。咁啊，領先緊帶頭嘅呢就係梁德陽，第2位呢就係余嘉睿，而第3呢就係嚟自韓國嘅吳俊碩。咁我哋睇翻佢哋 SB 嘅時間呢，梁德陽同吳俊碩呢個能力呢係比較接近㗎。咁佢哋而家就快啱啱跑完1個圈。睇下佢哋開圈先啦，覺得佢哋開圈大概係1分14秒。始終呢，就而家個天氣算係比較理想啦，對於佢哋嚟講又唔使淋雨啦，又唔會太熱啊、太曬咁樣啦。咁所以體力消耗嘅話，應該都唔會話太大嘅。咁喺一啲中長跑嘅運動嚟講啦，即係我諗運動員係寧願可能你熟悉啲啊，係咪？寧願都唔好曬咯，真係，即係寧願係個天氣涼啲、凍啲，都會係好過好熱咯。因為天氣太熱嘅話，係都影響個發揮啦，個體能消耗好大啦。咁啊，見到韓國嘅選手阿吳俊碩咧喺呢個直路度咧追翻上嚟，攝咗喺第2位嘅位置啦。始終你頭先一開始都問8位咧係可以去到決賽，咁但係咧啱啱見到咧韓國嘅真係好快，吳俊碩咧就過咗梁德陽啊嚇，咁仲要係超前得好多。係啊，突然間加速，咁啊而家就唔係最後300米嚟嘅，咁啊而家係剩翻最後2圈啦。因為咧即係個天氣殺我哋一個措手不及啦，然後亦都喺我哋5000米嗰度都殺咗阿梁德陽一個措手不及，係啦。咁啊見到佢係真係突然間發力加速，咁其實吳俊碩都係一個好聰明嘅運動員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頭先咧一路見佢咧跟住梁德陽後邊咧，我見到佢係明顯呢個步咧特登就住，其實佢應該唔係呢一個步幅同埋步速㗎。咁佢特登跟住梁德陽跟到咧，剩翻而家最後2圈，可能佢有信心啊，即係佢覺得剩翻最後2圈，佢有信心可以一路帶到尾。咁啊，加上唔知係咪落雨呢？我唔知佢係咪好擅長落雨嘅時候發揮得更好啦。咁係選擇咗喺呢一個位嘅時候加速啦，過咗梁德陽。咁而家其實都甩咗幾多㗎。係啊，因為我見佢一路就住咧，其實可能佢已經見到梁德陽啊，差唔多啦個 pace 係啦，咁佢都唔跟佢啦，因為始終佢知道可能佢嘅實力係可以再快啲，咁佢就即係自己帶開啦咁樣。因為其實講真，而家就已經去到差唔多最後1圈嘅距離啦，而落雨咧，其實可能咧令到佢會覺得橫掂都係啦，跑啦繼續係咪？嗱，呢一個距離其實梁德陽要追咧都有啲難度嘅，因為佢加速緊啊。係啊，一嚟加速緊啦，同埋其實而家甩開咗大概都有50米啦。咁啊，鐘聲響起咧，進入最後一個比賽圈啦。而家暫時時間咧去到14分50秒。
咁咧應該其實依個步速嘅話咧就冇問題㗎啦，即係第一名翻嚟嘅話。咁但係都睇一睇佢時間，因為暫時嚟講，如果依個時間咧就唔會做到一個 PB 嘅位置啦。咁但係都其實唔緊要啦，因為始終我覺得有好多長途嘅運動員都係咧，每一次比賽係儲一儲距離咁樣。咁啊，見到領先緊嘅就係嚟自韓國嘅吳俊碩啦。咁啊，緊隨其後嘅就係屈臣氏田徑會嘅梁德陽。咁啊，已經係剩翻最後200米啦，去到大概而家最後85米嘅位置。哇！始終佢佢其實咧，佢佢真係最後咧個步幅咧跑得越嚟越大步，比起佢頭先跟喺梁德陽後邊咧，而家個步幅係更加大，同埋速度係咁快，佢係真係加緊速，佢衝到好似100米咁樣啦。係啊，真係冇講錯啊！佢真係呢一種咧衝刺型嘅運動員啊！好，睇一睇時間啦，15分57秒09，亦都係代表住韓國嘅吳俊碩，亦都拎到今場嘅冠軍啦。而屈臣氏田徑會嘅梁德陽呢，亦都係即將會去到衝過終點線。咁啊，恭喜梁德陽呢，就第2名衝過終點。咁亦都係代表住男子嘅5000米決賽呢，亦都係順利完成啦。淋咗一場雨，好似沖完涼咁樣，我洗完頭，好突然啊！好爽啊！剩翻最後2-3圈嘅時候，突然間落雨。咁啊，所以其實即係田徑嘅運動員呢，都幾刻苦啦，因為即係無論係平時嘅練習啦，定係比賽呢，都要適應呢一種日曬雨淋啦，咁同埋呢啲咁突然嘅天氣狀況。我諗喺香港嘅話就有好多時間可以，好多機會啦，俾佢哋去適應係，絕對冇問題嘅。嘅朋友應該真係嚇親，但係我覺得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個好特